镜周刊报道，以科普知识的 YouTuber 理科太太和美妆部落客丹尼表姐讨论恋爱对象的条件。丹尼表姐觉得自己想要的和吸引到的人完全不一样，理科太太则分析，在寻找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之前，首先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且要学会爱自己。丹尼表姐问：“那买名牌包不算是爱自己吗？”理科太太则认为，爱自己的方式就是你会怎么保护你在乎的人，就要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网红理科太太和丹尼表姐合体讨论恋爱话题。丹尼表姐认为自己吸引来的人和自己想要吸引来的人的类型完全不一样。理科太太认为，在决定吸引什么样的对象之前，必须要先了解自己。丹尼表姐以自己朋友为例，朋友的男友不断约炮，让朋友一直追踪男友的悠游卡、发票等，这样的情况拖了大半年才和对方分手，分手后还得去看身心科。丹尼表姐说，因为男方长得很老实，朋友以为找长得老实的就没事。延伸阅读反击馆长垃圾说运发局打脸，双方没接触过。